靠父友，用师尊，信平友，和良民，开恶向善，当迎五伦八德，天法五甲圣人之恶旨。天尊属于公之可礼，世心别如少计受真，黑法本性之自然，黑法良知良人是至善，智力力人，智达达人，万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记世界为大道。好，大家一个大声。法尊是为公正之。好，咱来调查咱点传书。